今朝得8度咋，陣間瞓醒，起身返工出門口嘅時候，記得着嗰件企領綠色嘅絨褸啊，唔係凍親個背眉就病㗎啦。聽到留言，得閒就覆阿媽啦。3年前嘅驚蟄，兼職做 foodpanda 嘅奀仔，諗住賺多個錢嚟醫佢老母嘅阿茲海默症，點知寒雨綿密嘅鵝頸橋底，當日一宗嚴重交通意外，着住嗰件企領綠嘅佢，無聲無息無痕跡就離開咗啦。朝早6點，清明寒露，失智嘅奀媽